今日分享嘅經文係記載喺傳道書第8章第15節。我就稱讚快樂，原來人在日光之下莫強如吃喝快樂，因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賜他一生的年日，要從勞碌中時常享受所得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係來自基要派教會，來自福音派嘅教會，由細基本上受嗰啲咁嘅苦行僧嘅思想影響得好大，所以有陣時我哋係想玩多啲，想食多啲，都有啲自疚感。但今日經文提醒我哋，原來上帝好清楚俾我哋知道一個事實，我哋可以去享受勞碌得嚟嘅益處，我哋可以享受勞碌得嚟嘅快樂，我哋可以享受勞碌得嚟嘅吃喝玩樂，但係千祈唔好咩啊，過火啊！千祈唔好過嗰份。我多翻4次喺呢個靈修3分鐘講到，喺傳道書一個重要嘅主題講到虛空，第二個重要主題又係講到份。原來當人超越嗰份嘅時候，你過多嘅時候，你就係痛苦嘅開始。你食得太多，完全冇節制嘅時候，你身體某程度上係會受到傷害。你玩得太癲，某程度上嘅時候，你失控嘅時候，你人生就好大傷害。所以經文嘅重點，佢話我哋唔係唔可以玩，我哋唔係唔可以享受，我哋唔係唔可以快樂，我哋唔係唔可以去吃喝玩樂，但係千祈唔好過嗰份，唔好過分，要知足。我之前嘅經文都講到，佢話原來人生係唔知足嘅。今日嘅經文就提醒我哋，我哋可以享受，但係要咩？知足。知足代表乜嘢？一個人有節制，有節制，有知足，有感恩嘅心，你盡情去享受呢個耶和華上帝賜俾人嘅喜